你却一下一起，你不依。这些话须插得在家中，何必恶心？下雨，你在奉行他语，岂不要被人带下在背？
个日头在谈论你，是他他家娘子都表示，想必爱中必定有好相知。本人是堂堂落车进男子，去看第二对手指等人起。上追谁只叫爱人命，大吕家庄头亲的介绍不了小姐奉军人所害，这里女杀表妹吕金寿，那具有公道老乡办那个温故，却大人朝廷人死人么归得死罪了。只要等到批文一到，需要生死分离呀！你这个爱人命不这样子，对发梦送谁与谁群，谁靠家里啊，为了死罪了哩，过去辰光受那个茅草堆里，搿只水里向狗日本，搿只水里向10分钟，
来想读书人呀，门关个书香味，实际上这个10分钟的味道一人人上来嘛，整个要恶心了要飞，有啥个办法？想不到就是讲个有往当面浪向是一个可饮，这口不浪向个血为了让滴下来，真是为叫一头皮个气，一头皮个油，一头皮个恨，一头皮个油，三个装子，一头皮个口水啊！这个眼人民真是该了分定些啥的，当然是可以啊！哦哟，苦啊！给他看给那个头儿心，三娃又是王大家家的王头儿，你晓得了？凡是关到给他死人那里来个反应，分送来人一样的。大家哥哥在还冤枉啊！啊，儿子们哭哭啼啼，别个不要紧，我喝都是。这样哇啦一声不许跑，啊，马上随即刹车，一干不响。也就说这一个眼人命对方出过个。家里面哭，叫少里飞来不停，老高哭这个气劲，你看呢？有了老哭的吗？啊，喂，不许哭！谁知然还有往为不许哭啦？哎呀，真讲公啊！你有要如此的动怒啊！我哭嘛，我有往，我有口中啊！你哭啊？是啊。你关到街上那个地方叫你到大高哭哭，胖得这个你会哭了？他不是个大名事体。我看你不是要万人，我不是要万人。我告诉你，你淫魔释放，你还出去？我们这个哭嘛，真的哭，今生就是死了该老白人多。我告诉你，我心里嘛早起早了海啊！你别啥等我刮胡，我刮哪个事？不许哭，哭就哭你讲单个，一个人还有语个了。越是郁闷来起想，哭得刚你伤心，哭啊，哭啊，哭啊！哪能还是家里边哭，你看到一岁里，非但不停一哭一响，嘎嘎心里讲了红毛扎起早，没喝，实来恼不然我叫你哭起流水梦子的泥瓜了，你哭！哎呀，根本不哭上石头讲当的。可是眼人民真的熬不了，眼里浪火嘞！哦哟，眼人民作业，非在公堂上向用工人的司机为了谁私业。不过那边去，随了个些辰光，来了，隔壁东关省的，一前一后过来2个人的，门是一个。13、岁个年纪，对方我把身上实身青丝白大下巴的胸，该个小头随着爱人民的幸福童儿教育了。追了后头这个一位英勇好汉马小康，这个2步路那么真是为亲身示意，跨步是非。北京此人谁的名义切插飘举，对打堂顶落了英勇帽，当中我之英雄。这那个名义都槟榔像一照红龙的对对碎碎，身穿阿巴龙子鸡果是对当彩工作灯，我的精通跨须，腰有二龙枪指自尽八宝刀，那那是霹雳2把刀，英勇大功当中，早主杨一日大棒主持，龙剑不灭。要官持炮，安了把我里面，赶紧冒出可与有逃。神的兄长遭受冤枉，难心及水分，定要探一个明白。玉嘛，快走！你看，别随着。给了已经到了，哎，我有30起来，我们2步路是追得没跑，已经到了。哎，汽水帮门，开门，打来！给他看给了，王头儿听起来已经把门，哎呦，出去过去，打过来打
盖拉大门，这个盖拉大门上头有个小门叫雷神洞。嘎，雷神洞一看，头吐出来一望，哟，这可惜了一举一跑。门这个年纪轻还要漂亮，相貌堂堂也表人才。这边看到了有理像一部紫金报道，喂，晓得个，这种蚂蚁大王，今朝来是个发不的进来，盖拉也不的吵他的。马上车子在乡里，哈哈哈！你有吗？没，稍微等一下，我来开门吧。雷霆龙门关，让我给了洞门，刚一开打出来了。你有吗？啊呀，来，不挡，哎呦，今天来可上了。太王胸肠天神兵，对。不可张三，不可李四，单可爱人民，爱人民不是白人，谁是李下帮我吃啥我个嘛？我是好不离到旁头的。爱人民在笼里门里戳别叫我不要吃啥我的。啊，根本不离到旁头。来听的。这么真结束了你，那门不头菊花说不是两个哪弄法？别动了，就那我磨皮跑了门前。让我那个几因子啊，还有啥红利用到手头子里面拉的，对，各种这个，谁是鸡毛皮丝就活了，马上磨皮爬上来，看看，你嘛，哎呀，好极了，你个弟兄真的也好的啊，恭喜家来，兄弟回家来可以，看看，哎呦，来，不要啰嗦，我们是兄弟啊，大路啊，来，请，给大龙努力请进来，我说的小王道，跟子通一通，看看，你嘛。来，听着哦，来，我帮你了。哎，来多的，来，说，各位师兄弟啊，来听着啊，这个音乐，我马上打来弄爱相公去听出来再可吧？好意思嘛！一个屁腿奔到死人了，可上面孔马上的不一样，刚看见爱人民，眼睛很落睛，一塌瓜子才一斤，现在。马上迷糊眼神打进来干，门一开，眼睛瞎挂，真长的。哎呀，你别哭着啊！来稍微停一停，你要哭等一下，随便来拿哭，让来哭个手气。你要哭哪下谁哪下，来一笔不响，我们当来找着谁老板来哭他。也是花了我这个人来哇！刚那个凶神恶煞是讲现在看迷糊眼神耍个路的了嘿。哎呀，真相公啊！我错不懂，刚才你在大马与我们怎么如此的客套啊？你都想啥哎？我们来打来，不是打我，不对是刚刚我看见那面孔上门子呀，我想到头面门子难得结果，还来今日我盯着眼想，这个违当了的，我要破例死刑，所以我啪一记我啪上门子，不是啪是啪门子。这读书个玩意有道理的。那边都身上精神不会很啊，可个翻得来难去看呢。一起上我送得不得了了，还一口里似的呀，怕门子啊！哎呀，金江哥，到底有什么事情？我都想过我告诉你，我的一来看来着。大队你看我啊！哎呀，人说你的该大有啥人来看我？娘就不可能的冤枉我的。愚昧，不会放你进来。第一只一个，自家结拜弟兄八月党，配加上爱人想到八月党的心里想，这个他受不起个米的。结拜弟兄我当看，爱人们，这你的八月党再三叮嘱我们来去忙娘的，稍微当班，胡特把行头，摆点礼物，叫世态炎凉，不要被人家看不起。我说不要紧的，自家娘舅嘛，嘿，结果谁不理睬了？非得为使令我儿子冤枉我谋杀表妹，弄得这样的地步。这你的儿子八月党了，不是八月党的。哎呀，经常讲呢，未必来的到底是哪一个？我告诉你，那个好兄弟来看来着。前一天就是八月党的，我们眼睛里会都发光的呀！哎呀，经常讲，你都是会对我希望，我们要兄弟相为了。大子来谁是来？快对我希望。来，亲。
擦擦！多谢，快对着俺头，来给我们真家伙。哎，多谢啊！来，哦，眼睛努力大路车进来，实到小王堂啊，汪啷一声，看看你啊！你到阿公来看来着，看看这东西阿公你看，你这个兄弟谁了该打了？人民忙过去嘛，实在是怕月堂三股青云呀，石扑个了浪扑上去，呀，耶的舒畅，耶的。孩子，慢慢些吃好吧，洗手。是过来喊我哎，爷的，你怎会到此啊？我们哪会得来？这让你去冤枉公司来忙。现在对准的少嘴声一口，别风铃镇的里一接进来，潇洒风流一个读书人。现在那个风头散发，随意随云，那个脚老像个血为了滴下来。再买了一张面孔一口，半白面孔粽子起来，像肚子长毛头一样了。作业，这个看起来阿哥辣公堂上向用公营的私地下为了谁私用，这个空头肯定打子给了里向来吃。公堂上有规定。用人男人2只脚骨骨，女人10只指头子，还送来分厅进行个用人用得面孔朗起。怪不得今朝这个老头君子啊，抽来抽去，一人非非，看上去是理差个样来。警察公，哎，这个你用，你看。不领着，那也是哪个的？咁难看手或者让我收出来，看看你用啊，还要弄着，阿公来这么多就2个对对，哎呀，这个是开心的讲来什么来了？看看眼三光，哎呀，该死，我真的该死！那我叫了说里边不叫来起头，来，这使不得，此乃是王法呀！这个眼三过来，我真的老这个是个王法，该当不王法，至于我们的办法。来。清长擦浪，家里要去他。这个2位三公，这什么下？我们单独判说啊，把情深来为相累。且慢，累不得。哎，看应用，我晓得个，2个要用的地形为是吧？用的地形，来今这3个人唱戏吧。哎，这个啥话？对，热的。再过一把。啊，休要啰嗦啊！不行，别来东北啊！哥哥，明天我来问你的脸上这位竖起来的啊，这个蛮大的呀，所以这个警察给我看看，种实枪的，有什么老头也是呀，爱人民真汉人，哎呀哥！刚才你们男人，把有那个脾气、有功夫的、不肯念书的，努力一顿考得哇哇喳喳，要弄出事体来的，都一事不如少一事，当子上去也挪不脱的了。这爱人民真个好人啊！你的讲，方才我们在街上之中可可的惊吵了金掌柜。哦哟，不灵，唱来不着，要搞出来着。不紧张，啊！要那紧张。各位真讲个为了平时街牢之中的事情，虽然我的礼让，轻轻地打了一下。喂好，一声然后了。走，我看2条，等些几多地方。这八角堂乡这个阿哥真的来是，看人呀，打不打这个，我要轻轻地打了一下。轻轻地打了一下，为了重起来是那个功夫比我还好嘞。警察应用来了。立功之下，我家兄长他乃冤枉。冤枉！你分进来，我们晓得的冤枉。那么你应我要打他你。
哎呀，刚刚眼头相公讲清爽这个位置费事给了那个城，所以老里面可了稍微这个弄一弄分大弄。蛮厉害，那个功夫啊，大高子，搂一搂得这样懂吧？好，为子呢，我讲，你轻轻地搂了，搂，今日里难，只要不下就是了。没不讲，有。你还不想，我不要回去的。可是我为什么你看呢？你浑身都是本事，我们看得这个的，让大家让你看，你暗功、气功、暗功，分得了，你功一功，我马上谁吃分人功这个么？来，包啊！你说嘛？那屁是马上欧去放饭。不那个，今朝不教训来，留下来阿公鱼都要吃口。紧张不来了。不能两个手头举起来，然后我们要去上我调不透，可不这个，包头，我现在来不说我们的那个不是放心的，可不这个，稍微轻点，打把你说嘛，谁晓得来，去吧。哇！这不嘛也是个手艺这个嘛，两只手互相抬得起啊，一个，你为要打我，我不是讲我下台面了，我反再打人子，我要打人。不，我是错，我下再也不敢打人子。这文之间贪赃枉法，你这狗奴才受谁我也，怎不叫人拿我比老乡眼人民口错不多了，阿是喏，你个脾气呀，你有功夫的呀，一张水已经不会动个这娃子了，错不多这，哎呀，一定输了，需要与他计较了。现在应用，来，孩子，我这个眼头想过，我这样不打着这个。那我现在来冤枉，那是我心里也不开心，你要出气不了，来打我。用不上改，八角堂想的阿公真的来，我不让得你出气呀！你打到了这个油上嘛，我总归经常就是认得的。不过今日说不教训于他，授予你在监牢之中，我要是苦。哎呀，一定随此输了吧？哎，一弟呀，想你我一结进来，一笔资金，想不到我落得如此的模样。是啊，风铃之母分别只有几天。不过风铃这一位谁的几天，怎会弄到这么的地步？哎，还是我这年的，我也都一个口试没地方说。大米拉向实皮吧，一顿多单。今日看见那八月大，看见那兄弟，我要一头为花。年底，不过真是一心难尽呐。相逢，在那楼头中，有几日过两相拥，神梦不起君来接，今日东北地狱凶，那之下我是投奔绿庄。后跟儿就在那小里上当的那里，红
在阿拉法庭内打出个闲话，导致乱状，当月传出毛病，破天大洪，天明下至早秋死，分明是定于嫉妒谁人凶，明明与凶手就杀娘与眼睛吃了我哪里用，将我衙门送，问知县把我定人死谁是那龙一的呀，我们今日相会，只怕难在今要相逢，是非在梦魂中。寓意的一句造此大后，弟弟呀，看来女兄真的自在难以细说。喏，与其装事情，要拜托银的这个阿公先忙，都抢了龙都像脱谁装的。我们来到是没心慌来不为的事情，不翻听也不来吧，来日头呀，说起来还是不弟兄之情，听得半也听得。不过离题事情其实难题事情，有什么嘱托，请讲不妨。银的呀。高大拉姆，你们孩儿有理，他也是口中野的呀，你呀兜兜扎口，我是既然兄。不过你的母亲既是俺的母亲，一定好好孝顺就是了。请问这第二桩呢？这第二桩嘛，口啊里今日一表妹。你知沉沉也命中，你要去拿真凶莫判用，要等来龙井上场，当然要去拿真凶。不过小小的听说要拿着真凶，说是拿不到真凶，是也不为是都是赢的。你得两桩是败于三桩官，否则不叫脱三桩官。请问这第三桩呢？第三桩啥？俺人民对白州来意，在边浪向的徐没口口，这个东儿哈。跟什么12点你是奔进奔出，忠心耿耿。这个小人我还要脱不来把尿堂，啊英的。我
势不良，还是亲兄弟，同样相关，他对我吃得重，一定呀，你要待我照顾我那小事，懂？这个你放心，这个小事活了，我还欢喜。想吃鱼嘛，我一定好好照顾就是了。不过，你会与帮地嘱咐我？山上秃秃的呀，没的呀，来着的呀，没有了，真没有了，没有了。哦，那是在秃的，那么你耍起不秃我跟你弄个早日去龙青耍，看看你来着的是定。山坡也莫为我太意我，那么想想你不讲，那么对我来讲，那个目的一方面两家心慌，第二就是要安那个心。兄长，相不与你们谁是？谁怕狼虎人？兄长啊，你需要就莫担心，要有信心。小弟要为你来把身，我叫那玉梅洞月牙高，叫他记清的身手如牛，谁当然包大人定为来查分明，让那包大人是为与你深远离亡。从此东西一还不早，敢要告辞一这里定心。那侬个忘记脱了，侬该上去为了打了，今朝2个3时请我个同事啊，这个是啥名字啊？
他这个咋睡了？帮忙！帮忙，来加上吧，来四段龙龙嘛。别讲，哥，给下姑他一定帮与他吧。我的衣有那等在，错不动在，快上去拿去拉着，走吧。
山上高浪下个红哈子，出名的叫红铁口红半仙，说明是真的不得了。生意好的辰光，门口里还要排队，排不上队还要去托关系最后一门。有两个朋友在水里向大把三把拎过去来，生意好的辰光是在我们门口里躺一了。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不是一件空心饭呀，一不灵就一不灵。有一趟的名单是收错的，买好人家西子们去收个白子，吃个烂嘴呀，烂嘴一刀吃没收错的。所以个烂嘴呢是好么子，把人家讲起来讲，嘴是米粥不吃三个，把了肉里向么弄脱点肉夹去，把了鱼里向么搞得点五星期，把了菜头里面搞得点3星期，人一都吃了，所以失脱人气。有两兄弟子等我了饭店里向吃饭，一台子个小朋友4位，有朋友4称最量好看。一瓶黄水下去嘛，摇了摇，晃了晃，手里向10多个米40个阿母样里起来的。师妹，我外边家去，我要去上个 WC。摇了摇，晃了晃，搬过去走，他这些围进来，回浪讲。师妹，我外地个老板生意真的会做的，好的不得了。连个吃手2包还2包，闲话分讲，我后头一个人跑过来，上一马头一马冲过来，扎一把胸部手头的面孔上向，噌一记打上去。我讲，哎没有，这朋友啥的叫好人啊！哎呀，我还叫讲啊，这人讲，13点半到你半3点下来超市那边好了呀。你讲个老水啊，都吃啊是的。哎呀，进来苦是苦得了50头子，穷得了大大的呀。鱼子上等5不下等，一顿牛头皮。今朝是清的初一，天气闷了个热，起来各位得到3顿子，靠让你身体受的，拿这把梳子要让梳啊。哎，那个哈子没吃那个，看不进眼黑的。有一趟午夜出辰光是前50分钟，天叫我起不出来的。小子侯忠贤，开办起口的，收营养包绿泥，码头过这吧，过个怪不西。人当起来没人当，1里担子收你元，3银不一点点。落堂家仆人亡，我为落堂吃人个当光。来王，来王是后先生的第5人，那么那穷得来实俺们会用为了第5人的，其实是个苦线路。爷娘唔得，兄弟来帮帮忙，走，也不工地的了，混口饭吃呀。那么来往啥地方人呢？谁不叫富上去？是的，这个。你大哥讲点啥去？哎，有道理讲。要么富新人，要么上去人，要么养了居庸的。并拢来么叫富上去？开出去来3不样，二枪的的。来往。面孔黄胖，这代来这么姓王，路里向等我得了家里向大王。豆腐啊！你那做啥？豆皮我要。哎，既是我现在等着。说你压力。说你压力饭派做饭是要饭干。你帮我吃个铜的柜子，我去买的饭派的做那柜子，我要东方的事。那么那房子2点钟的进士哟，30不开呢。3句一个10句，
明明我说你吃了还煮锅，你给他烫的嘞。那么原来侬想办法管？啥办法？侬看见这山火熬的不保用上了，偏偏他多进去一点摔脱子哟。山火都要摔脱子？哎喂，外分开了喂。外分滚啊！哎。我要看上去我找袋子外去的我。是了嘛，侬看见响头洞洞里向有2个花子啊，侬给它剁进去扇嘛，总是扇开的噻。什么的？啊？花子摔脱子？哎。还是那个车嘞？啥家？我你掉那个保卫啊，摔脱个啥？啊？哎呦，侬不晓得哇？哎，掉妹啊，做你是真不晓。吃药没弄多保卫啊，吃这个。哎呦，我个豆腐啊，对不是哦。那么硬派的2个花子扇开子至于么难得厚得得，叶子有气个在纸面浪向是放得蛮好听个来往啊，都上下来点菜难吃脱子不？啥地不难吃哇？3是的汤。还是米水200个？7粒半。是一句难得说得清爽了还哇？都没说不清爽呀，7粒半是总归说得清爽个还是了？那总归有点理解。我们是呀。为啥呢？一个人了，我只3日天，还要等我得肚皮工业，我得精神吃2些。侬是蛮想我的精神吃来，我不吃了，还给里向老唱空人机呀，真叫。你这个人了，讲人家别把你眼光脱个。你还弄来多少了呢？米汤是500，这有本事。啥个本事啊？那是嘛是本事了。你写句拿火的就能够懂你，可不是个？来问本事。啊，晓得噻。袋子往下一放，本事来噻。也是个阿些的，把人家本来口头是个阿副腔的，你这个为了这为怎么这个为弄得2个了？那么街里向要保护起的呀是。你要拎得清爽呀！看见我说出来嘛，米汤是弄出来，不要怪这个。我说孩子，饭也不吃，那就这个烧吧哦。烧吧。我打。挨打。打。哦，挨打！哦哟，那3个孩子哪自个不看个呢？谢句，我不是孩子，少年孩子讲。哦，我要。你说我买的呀你？哦，来挨打。俺没啥来。哎王。啊。那到米本干的啦？搿只也不是米本咯。我到米本去。那只米本嘛，那昨日子到药里头边，我得实在吃不消，这我在冰台里浪下点子17块5百饼吃脱的噻。要细泡17块的啦。哎。哪个有块我吃到家？那么一罐子吃2分半了呢。大这样质量，我该到啥么子呢？该只是我后头个管家不的侬道清爽，就是讲烧吧。也是，管家不的当米粉会弄得2个了。哦哟，孩子饭也不吃了，还那就这个烧嘛孩子哟。烧，那总归有点理。哎。他们理得清比较简单，这就是这个。他们这2个水的一个。哎呦，谁的啦？哎呦，呼啊！哎，也是一张。来哇！烧了。小句别搞了，我把那台浪向个洞地一直为晒脱，来推得起干的。是的。推子我洞地帽子花了，他过来啥花家的？天良心，这个，我记得我推过那洞地家。你为了？侬谁有的在上我庙里向去把这个侬分开。不空。有我个。有我那啥？你看还是花？不是花。你为了？这个不是花呀。我吃了还谁都不得了，不是花啥么子？这个不是花。花啥么子？咋啦？对地费，实在我不上手。早上当你花吃一样，哦心水头。啊，晓得的。哎，谁是啊？你白有弟子啊！这个下午去我也我不杀得罪，叫人对生意来讲谁是啊？这里都是地下啊，白有啊！两个新人我们外头把门声音来着，开门来！我是啥人啊？啥的？那有人来把门哟。你听得见吗？生意来着。上那个文明的。
你随着我们清扫，你们来扫起。啊，假使这里来书你们来讲来，来太同你们来外头领服啦。哦，这两句我脑中不会识的，不会识的还是你这个人。应得去。哦，谢谢谢。我是啥人啊？外辈是我。你来啥去啊？乃要来的。哦，来做啥家？你是过来今年后先生个儿子啦？你今年后先生来收你们的拉海个？你也是来太动你们的不拉海个？开吧，我去开吧，我去开吧。你们你还是见我这样说的啦？这句本事特了呢。这个。啊，晓得这，大王的，我讲门一开，哎呦，人得怪，王定来800万，哎呦，那吴大少人王800万。啊，吴先生在家吗？哪里想要？哎，哪里想要？哎，你跟着来呀，来呀。王正义讲真气。当头五哈子市场摆头得里一讲是京东娘娘海里去分拨，可是这个后哈子够家吧？是个金家里家个房子，房地欠得几个路都拉海，京东娘娘出名个吃老虎，得在里500哈工资钱。说是呀，这来等我带你家去当班，辅导片刻出来，哦哟来得个人气，地浪向打围了一顶风巾，身浪向自家海青爸妈，特不好比。几个浪向前还有一张山衣，盖到水里加一根名章，都是哪叫风景？实在么个比头名嘛是四张过来，才不然从马抽特子，东南西北风谁吃得进的是那叫风景。那么这里穷的这样的一年是为啥为了自个海清了？更不别弄错不是皮厚的自个。这在哪些自家作业普特的大伙用自力干起来的自家海清上马子作业者第人这浪去怎样拉得上这个女人这个上通司马的还拉得该当的口推把出来么规则一下王爸爸那么你等一等啊我稍微规则啊哎王豆腐啊我出去的啊！豆腐，你在少上火去叫？我到金家里去。在金家里向弄秋的是飞也去呀？好了。豆腐，你今年几岁了？55吧。多少了？现在你等我说明啊？不是不，你说啥？你高年呢？我说洋话。对个呀，你说洋的呀。哎。这金家里向有来好个呀？你在金家里向养老，好开始使唤不会的出来个呀？哎，那个出来个。要细泡你俺们起来过来，明俺不能好头个子。这么是个哟。别多喂，你都来给阿些大，有啥有等我留来的，我谁要去给啊？生意是不到位都有给。是叫要害我个你。这么是这个桩事体。你挂的啊？在哪里啊？你当心哦。对呀，出去啊。晓得的。爸爸，我同你打一打，同你打一打，对不对啊？嘿，来没哈？来。王林明堂浪向一大么努力，忙针子金家里领过来。大概到厦门去，这上头里向龙兴地当出桩事体，半夜王爸爸去解决么，实在就不够。这个明堂忙着追清水里向当一什么白特子，我爸只有个叶的，王爸爸，啊带了，也带了。我记得。哎呀，说我5个声音你也听不出的啊？追清都说啊。哎，那么对子。你来给他。哎哇！哎，王爸爸你。这个。白头的，龙兴地里当里去噻，不来给他，玩，那下不下个的？哦，来不及的，眼睛不够。哎呦，怎么说啊？是俺口子事体吧，托理官。啥子？托是王爸爸中国弄不还？哎呀，你来当我啊？你弄来该托不我？好，等你打个针。来，忙你这样。哎，来跟我俩。忙的啊。哎，打啥去？哎，上。哎，对，可以不？哎，打门开着。哎，可以不？哎，来，哎，打这个名单不够吧？我来这个，哎，带着。来，椅子我来，我们这里抱啊。那，哎，打手吧啊。这样的。哎，啥呀？这样。带还一杯茶，那，来。王先生，吃杯茶呢啊！对，你们人咋客气啊？可有什么在配茶了这个？当然了，这规矩还是。晓得啊？来那，哎，天气热呀。
吃可以说啊。你们真个还顶去。哦。哎呦，那都说啊，是吧？不好啊。哎呦，啊，没得吃得吃噶。哎呦，上海可以整5样为那子。是吧？哎呀，城里红花吹不红，东来吃白第一趟，今朝正月初一吃不红讲句。我是不是讲讲句，叫欢喜，有辰光是神经的2一块不红肉吃的。哦，可是你还太饮料。我欢喜了，哎，再给你哈，生意的哈，你还玩？啊？生意啊？啊？不灵。哪位不灵？叫你一下好乖。一下子，一直没喝的。哎，进来不灵。哪位的家？一路车上。哦。都在去采股票子。不来说明。哦，这样来的哟。哎，可不。嗯。你叫哪哦？哦。哎，都说啊。我本来3月是兴隆啊，玉林啊，这万里你们云不通。我始终家子的罗大人，哎，那个渔家部队么在大空，哎呦，但是可我个穷嘛真正穷，他必把他顶上身了那500封。哎呦，搿浪向500封是那真个穷噻。哎，我个穷嘛实在穷啊一零啊，我们穷人当中是走中。喂，喂，是的，你那对我便宜不呢？不啊，啥个分家？那，你刚刚讲啥？我这你讲啥？穷人当中走中啊。啊，对个呀，我是穷人呀。啊，你走我走中啊？你不知道对我便宜啊？都说啊，你讲的是你还懂人家啊？你是穷家，哪不穷家？你在那金家里家风水不大，雨多不大，你看看我身老家土1万过1万，可终于讲我不见穷人，你从手穷你的晓得吃个你不还用乖乖开门的呢？哎，都心话都说那个你们谁是俺不合哇？这个便宜最便宜了，那真正。哎呀，也是哈。哎呀，说啥？说我娘呢？说的。我娘呢？说的。娘我做啥？我娘呢？去这呗。这边嘛来再吃好个子呀。吃海子。哎，吃狗子。吃狗子啊？哎，吃狗子。来，送呀。哦，进去狗子。哎，那来再吃狗子不？来，送呀。你在这了还有？你别拾起来了，来，我不能要好的来了。哦。走。吃狗子了。哎，吃狗子。是吧？哎。天热得来了。谁是说哎？这个天气是真正闷一样，吹来好。不容易会塌的呢。哎，真的呀，骆驼要鱼了。哎呀，我娘呢？你说的。我娘呢？吃中饭。吃中饭啊？哎呀，中饭嘛赞了喂。这饭吃中饭为赞了，谁吃干那个上面的？啊，赞了。赞了呀！来，走。赞了。哎，你少提着。我是要实地上午的感觉，时尚日务。来，走。都说啊。啊。你在哪吃牛米瓜？什么吃？啊。我吃牛米呗，叫东高吃啥去？这个不得个，只有一农民吧。OK，吃粥。吃粥噶？哎。第二个我了。哎，是呀。是啦。我倒欢喜吃粥。那么。清爽呀。那么。那哈。都说啊。那。你这个中饭是自家3个丸子都3孩子送出来的。你问得这样子说的？他们能呀。他们能。啥事体？那你厨房间里向有大模子，在浪向小孩子了堆出来的。哦。哎。 3孩子送出来的。哎。那么啥？那么都说啊？啊？哎，你都是包了竹筒里送的，还是包了3个里送出来的？
哎，你问的是俺西单小姐。还讲唔着皮呀？哦，还刚刚。哎，把了西德里向送出来。哦，把了西德里送。哎。少天，啊！你少天，咱做句子干，我上空讲啊。那我那没着西德呀。做啥讲？我想来到耍一耍，吃不得3点嘛，我等你解决脱了。哦，狮子不，你来了逗比哦。你刚刚听出来啊？啊，我这个狮子2字，你刚刚听出来我那逗比我啊？哎呀，怎么你来着光孩子喂？杜叔父母呢讲，早浪向起来我还喝2碗焖肉面。刚刚想吃，王伯伯喊我过来，大概打来粉包，那么我来不及吃呀。后来上不来我吃嘛，你让我空头比拉黑呀。哦，你分吃再来了。哎呀，那么带来朋友带来嘛，你经过光，我上天有头有主叫真的。哎呀，这个啊，我请你吃点心。别，请你吃点心。别，哪位那个？啥个？哎，来朋友做啊？啊，你到旁边喊来请客，我做不成不？别，哪位的？哪杯的？我们来泡听呀。去叫我4吃来到跟我上了。哎。我记得，那么你米热欢喜的？哎呀，米热我最欢喜嘛。哎呦，你欢喜的？哎呦那，晓得的。啊，你个好看的呀！现在新开的米铺。哦。哎呦，这个米丝，这米汤啊，再的嘞，大概是听你都讲是用黄肉的骨头呀。哦。编个汁。真的。哎，这鲜的嘞，特别个米，鲜，鲜吧。而且上头这个一块焖肉是还有，3人花肉，10口而火，这个味道再的嘞。Stop。少天。这到处啊？啊？你搿来不做新瓜？哪来？你谁哭啥子？啥？头面头的我听没听得见个响呀嘛响，他这个吃没那个头面舌头刷不来弄出来。你别进来，这个啊，我来跟你去接一壶，啊哈。就啊？接一壶啊？别太多呀！啊，给他2壶孩子。心得不好也2壶的了。好，那么还的，你坐下，我去谁来？忙的呀！哎，你说得这个。这个呢？来吧，你走啊！啊，你等一下，马上外地出来，还是真的去见面，谁哪都出来。这一天结果中人搞的了，自家不说得出来，请来吃。来吧，这里累，晓得你都比我上了，等了外地定制一些。一趟来回大概差不多个辰光，当奔进来。哎呀，先生！哎呦，你海里头好几送孩子呀！这个我不要。跟奶亲自说嘛，我过意不去个呀。我的奶是呢。快点！你等一下呢。啊！我噔，奔到巷口的一看到，哎呦，这个米店了，新开的。哎。这个米了实在很不够，生意好得了你要混。包台。而且里头有个规矩。哎。每一天了，茅屋100户也不茅台。哦。哎，那么我上去包台子呀。包单我们只吃茅台，就是巨鱼。哎呦，为有哎，没哈。我分毛呀。说的。哎呀，我现在要吃2壶的了呀，1壶没吃得了，不杀不你们个，但是点胃口还是了，所以我分毛的呀。都说啊，你反正俺50走过。啥嘞？根本不了，我们有啊，好个样子。哎呦，这个你有啊不好。胃口，这么是个啊？哎，你糯米热欢喜？糯米热。反正俺欢喜。反正欢喜啊？哎呦，晓得了。啊。哎呀，我跟你讲，你这挑好带个哇，开杯汤头店。哎呦，这个汤头是水磨粉的呀。哎呦，再得嘞。哎呦，下肚。7.8。哎，里下的肉呢，唯一把汤，搿把汤鲜的嘞，你吃起来要当心点的。哎呦，哎，你当心要汤桶。那么这个，我来等你去接个10只汤头的。别呀，太多了，你们有在俺客气个，如果你咱们孩子样子了，别是俺个。好，好的，你那么你等一下啊，我来等你去接点汤头。忙的。来，别客气。哎呦，真个。等了我的，定制一些来规矩，当奔进来。哦哟，洪先生。哎呀，奔得我上去，多谢我去啊！哎，啊，当时哪里要头去噻？汤都来走的。让我推开去。哎，不吃子。俺哪也不吃哎呀，我当，奔到个汤头的门口啊，18分罢了呀。啊？上头贴张红纸头。毛毛有把招呼帽子啊？可不是俺去，管呀真的。上头写下几个字。哎。教育细称，定业一体。哦。
晓得我要去讨论了到谁领一天噻？哎，这个不知哪这个钱个真个是，哎呀！哎，这个你别关心，哎，那个好喝啊，不是的，啊，好喝啊！别在，哎，我的那是呢，外面不好喝啊。这个芝麻都是东北里向的玉手最的，我的那就弄个你懂比我们。用我子别这样，我来等你。我不这样。是的，吃个茶跟吃么拿半？我不这样。你拿半个呢？我2碗玉米，你这汤头就出几百在我呀。哎呀，我再吃汤头是了解的了。别动气，别动气。啊，不。我的那绿绿。绿绿是啊。哎，绿绿是俺进去慢慢都娘娘起来了，起来了么去文波菜。你要等我绿绿么让我回出去出几百子，当那绿好了。哎，等等，别动气，别动气啊！你给他等一下，我来等你去通报啊。你给呀。哎，别这个啊。不做心忙从外地出来，也想进去。哎呦，在想啥子？我是看门的呀，现在门没开了，里向么是个瞎子，别进来个不识不的，推推呀把么子自告身身，搿么这个门到上嘛，所以这个来等门吧，关上么咕咚一手，往这里下打，是个在。好把子比好看。哎嘿，我来分部么用不到关门落水的。啊，为妻子今朝让个房地了，等来给他的关门当鬼个。而给他的是哈斯特远才出关，可是也得准嘛。摸了的给他的门不闭。2早水门水了刚正大了。喂，洪先生。是看那门水为他开一家。少娘。是侬啊。哪少娘？是你的侬的声音，你要听不出噻。哦。最近都晒晒。咦，那么对噻，你来做啥家？我想不来个不是，我的这个我把看不出关门是叫锁门呀，哎，锁门，来，送呀，哎，送呀，哦哟，真是眼泪了，哎，4万，不把头是吧？岂止是万？哎呦，你现在憋住的嘞？啊，你眼睛好个咋？不好哇，怎么拿口头吃家？哎呀，我们分互相门的吃个呀。哦，不对的灵光。哎，哎，好谁大？你。去我不懂的，哎呀喂，我来讲啊！这个问题你得嘞。当时我刚还管，谁的还得要为我管？是个，不如渔夫会讨病的。这样我谁的银子？那么你都为何来看得见我哈子看不出高人门呀？那么刚还要为我们死人？那么来定心哈子，要落雨呢，中国这银子会得为然。辰光错不多少啊？一为然呢要落雨子，来放心哈子，中国这个头明天我们讲中国要落雨。喂，这个。你来搞点啥讲的呀？你来讲啥？我来讲，你这样我不懂的也要回来。啊，你不能讲天气啊？你来讲点啥讲？哎，我当你来讲天气啊。是啊，你在那讲天气讲。我不懂你讲我了，我讲你讲。你西夸子，当然是你讲侬啊。我讲你懂。哎呀，洪先生，你的毛居心得是的懂管。鱼一灯来鱼一灯，眼看呀我头最亮睛。
动地。哎，现在几时在？别的哇。啊，现在几时不晓得在？君臣已经7月初2里来这狗子对个子喂，我本来嘛也想上门来探的，哎呀，真正蓝天要白于我子，让我杀他的脚步啊！你7口书名嘛上到门，你今朝送上门来，来着这里讲，你刚刚进大门的辰光，我是听见那个声音的，我依依不响，可怜了哈！哎呀，为我动的，哎呀，跟我打招呼，哎呦，你倒是喊的呀！你高知高眼在当巴士，你们杨大大了美腾腾，细说兵子老头精，你家老张气话良心，哼！许下举成你真大门，是讲你今朝不为动地门，你别想哭成这个动门。你带记性好了很，而且这自家来噶。搿当然了，搿日子得嘛有事体的呀。本先生吃气，3个仪式，我去了的。我晓得这，我晓得噻啊，不瞒你讲。那哈？阿三。我后怕子不是要那个别动地呢，为还够不够了？啊？使用这样子的30个别动地呢，我别讲带金子。哎呀！哎呀！实在失去了我搿点动地，只要不能得教我孩子那种哈。还该做心害我。你死夸子，搿种不良心的人，实在讲法子，根本没哈。动地弄得来。还不出。弄得来。不。两位。还不出。两位。哪家？两弄出来。还不出哪家？哪家？你去弄不单了？啥地家？那是看我玩，来杀吧！你死夸子，那是老皮子哇，啥地推个子哇？还不出哪家？我来杀他来啊！我要对明白，对人明白，不是俺便当。还不出。没哈，你还不出，我哪能办法？我还有办法的。你找头名椅子吃饭馆，我来按到你。不。那实在开心，开心。你打哈噶？哎呦，一阵我吃饭搞啥个？我开个朗向的，你个让我特是搞你个武器这样别动去。你要真正只要不能动地为孩子来了。谁能开？好的好心不好打个呢？哎呀，我晓得个，是啊，不是做为难，我屋里实在穷得天书高了个，我趟让你翻回不来哈。搿两句话么会中听了，本来是来嘛意思。是呀。是啦，你等我打个招呼问我话，不会得逼死你的呀。对。是啦，动地呀，有教有为不再教不难呀，是啦。这家伙为么难上老虎来？其实是玩，你大理才晓得该。我趟回来啊。哎。来定心哈，肯定回来。哎呀。啊。真正傻气，搿两句闲话会喊。你放心，总归回来。哎，喂，老先生。听说你会得唱 KP 噶？啥个？听说你两个 KP 唱得蛮好的呀。我唱 KP 啊？哎。什么事啊？你想听到两句呀？哎，这是俺说，今朝没法事体，义气得嘞。你唱个 KP 帮我听听，对吧？好义气。唱 KP 啊？哎。你要是不是我大娘，我得了我唱到了 KP 个了。你放心孩子呀，不会得简单白唱的呀，还是啦。有点兴趣噶？你们这些的吃哦哟。我来呀。啥个？你唱一只 KP，拿点里边唱出来。真噶？叫你骗来着？唱对只 KP，拿点里边全部唱他。哎。真噶？真的。这啥？啥地家？我看有没唱这2张。做啥家？如果本地来唱，他们老带着。吃的，来得很性感，不来的，唱他里边。唱他里边啊？唱他里边。咁你还听啥 KP 呢？我也听 KP 啊，也听海不香的歌，西鸡的歌，南麻的歌。海不香的西鸡的，南麻的歌，于静的歌。于静的歌。哦。来。唱呀。唱他本地的。什么唱？唱他里的。我那个老虎还弄出这个来。你真的，我把你一发得了进去。你个性格不好，唱着
向点的啦，有劲点的。哎，戏剧点的，难得听见搿个种，不大有个。他唱啥？哎，你唱呢？下趟有动力真要回厉害在啥？回本地。哦，难道中国弯龙出这个难的？你要真的，你门开他进着我呢？是你。还不想点啊？哎，等呀。哦。啥子样的？还是你这家老家这个？不要，我朗喉咙的。那个喉咙是俺老怕子个。那我不人讲40岁上么朗起来是个2里里了5里里，我们想哈子嘛过了。哦，真的，哦哟，还是人家。我狗买杯啥不能接得了拾起来着？哎呀，都比我那还没说法呀。还唱吧，别老喉咙子啊！吓死你！唱呢？还不想的啊？嗯。嘿。不是三公公，也做新郎。哎，你啥子啊？啊？母的也懂了。什么母的？不还听个？我偷的是个到底。但是他哥哥母与举手哭。没，不对，你唱错太多啊！懂啊？唱错多啊！那你刚刚那唱啥嘛？啊？可新郎过去噻？不说吧。新娘娘呢？举手吧。是的，吃个你那还是的这啊！人家在些的话，男个么总归要比女个多点的嘞，俺不说单独13关，啊是嘞，你唱错关。那个人拿啥偷个了？当然。有句话你不听见过吧？说讲。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只要爱情在马子海里放光彩。啊，你才不懂这个种啊？我不懂的，我本身本听见过。干嘛还不想了？还不想，但没还不想看。啊，有劲了？有劲但没有劲。我们那也挺有劲的呀。哦。啊，这个有劲但不有劲噻。哦，这个意思啊。哎，真叫好，我唱的一句来，这个你上头么？我说开边哪唱法讲。哦，你唱我去，我弄错了这个呀。反而人家不出动地，马马好好的也是。啥个不出动地讲？我出离地关。来，唱我去。你到东方，化作来是家啊！哎，啥子讲？我不要。但是有呀个真啊，把某某。没，也唱错啊！你刚刚来岁来听众摆错的一这么士官在地上面也符合龙气的呀。来讲，优雅正郎嘛，只有红当当，不把某某的，气势要喊你要是来。那弄起来把某某讲。新郎过几岁了？不是。新娘娘呢？就是。对方包了。8岁。当然是包某某了。我是这个意思啊。可不，你今天都学大家出来，大家说唱名当家。跟侬分析的呀，我们来听着呀，我唱我里向又上来呀。哦，你拿这个对面深爱的那个开篇。我要跟对面开篇唱出来，唱出人情味来个呀。介啥都我个呀。你唱吧。还不个呢？我不咋都你在，哪种还做啊？不咋都你在，唱呀。唱到罗大。谁忘记的？优雅正郎把某某。你在这个我不唱着。你唱呢？一壶困蛋女干部啊，一零啊。哎呦，边浪向追落是一听，不叫困蛋女干部，不是的一个闲话要出来着，还是别听，来为人家，所以切如立起身来嘛，望着里向一追头。珊珊，老大一打听到南府拉动我自个也拉动着，那开篇真好听。那是呀呢，一个80岁，一个90岁，对方谁在帮着？叛逆，新婚之夜，等你干部。来了，你跟上去。哇！
少年，少年，啊，少年，少年，你都要少年，这把那个出来了还是？你说啊，你说我来吧，你来搞什么的呢？你说我来吧。谁让你干过个什么瓜丁来的？也是一块3天的几十万，都说不是前年星期五不进门都告诉我想当我女女啊。什么的？我告诉不想当你女女啊？不，我想当都告诉我女女的呀。你夸的那样的，你告诉我女女啊？俺也去当我的。叫叫弄错的，那么要争气氛不批斗的，直接说谢谢。包公是误会屡罪恨一人，包公对牙家包吉给2个儿子，大儿子叫包三，第2个儿子叫包海。老岳娃蛮开心，这个一年老大是要50岁，就说还有戏子。那么来了奇怪了，这个50岁哪能会得有戏呢？这个就是老法纪实情。把到今朝来讲，50岁有戏不是么？这个是少雨。前2年天抽开山上下雨的，一个法国老太太73岁养头上，不是么？这个是少，好了。那么有戏嘛是有戏的了，养子2个男的嘛，也少弄个女的嘛。感觉自打理想报出了么是样子，就说还生就是个男，这个老老就不大无心。报出了一看不好，让一张黑面孔。老老想到弄张黑面孔出来是哈，这个也是疗法几十岁，把到今朝不稀奇，黑面孔没有啥稀奇呢。这些非洲龙车弄到中国来，还讲了还个么事？那么老老过到中国不大对，谁去打个儿子商量？小儿子发了那个大儿子，个大儿子8岁这个人心叫怪话，人的心不大好。娘了那有戏的，你叫了动脑筋。再和养有戏，第一个养寡胎，啊，养不出寡胎嘛，养个女的，将来分高档和少分1分。现在养个男要3分开钞。老了，现在来家里1公里向背后，趁机随他吊说吊，这个小奴不能罢了。可小奴咱面相不好了，凶相，罢了让你家人家将来总会无无大救。不晓得这个人一眼没见识，老老的还没见识，至于我王子我晓得，将来到八卦门里谁靠这个包公？威王还是包公，名气还是包公，雷放巴士还是包公。包公这头挖过分养，包公到你家给养个儿子叫包米，结果把那包公杀包米杀脱。包公46岁养儿子，小包公出世。老听好说像3周才分听见个话，他有机会我再说本多听。为什一代代爬下来，爬到今朝第17代，那个香港守望包牛港先生就是包公的后代，对吧？非说这个么子哪里得来的这个么子？根本是个小奴不能扒了狼子就怪特里吧？哈嘎怪特里呀！怪么怪了双狼虎呢？这个安徽狼虎是有谁呀？去怪那个谁里嘛？那么从挖苦路线兄弟不这么奇怪，真没上水从水浪怪武器，不晓得刚刚打到水欧欧里，咋听见啊一声老呼叫，当时一号水路兄弟王继龙一动么得出屁股谁的，李当时兄弟把那老虎吃脱了，外出去他吊死兄弟死脱了，可不你都要生都娘问起来哪讲呢？那么是掉了，你到马上都讲了，这老老的让不大会说句话，同意自个做谁去到老高小说，这老高小养出来个小人死脱了。这个包夫人不是养头上呀，这个第3个小人，当初你累脱了养个已经第6胎了，你要养得了一只金鱼个这样。你想这个小子养出来个声音累得个像哭个声音，哇啦哇啦响得你昏了，个中气来得个好，那我的死脱呢？是这个小奴养出来个中气是一上的。最哇一上头下来不了，你叫死了，
叫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死他！死他嘛死他！中大小奴死他分析。包括了地牢哇啦哇啦，可中人的说老虎也来，这老虎不来，该说老虎不是该打个本地猴是靠猴。白狼虎到那时去到高的一个地方，一定要被人当老虎一个当红的，老虎哪个都用不能够靠在一起，老虎都有痛得不得了。老虎大嘴，那包括我这一点性命。当然啊，今朝这样事啊，因为这时代不同了，对吧？现在21世纪，以前不是这样事。我来还3点给大家听听，讲讲。包括了地牢哇啦哇啦哭，这只老虎还来哪个来？动了水光龙啊！一人随风吃过来，老虎门上一个拿虎响。眼看没有个小女黑车车，啊，倒霉胖，一等地形啊，盘出来张腿血门大开，龙正包公小屁股上啊，一看，啥见啊屁股上要再动，这个嘛，发晓得一看牛上去，只听见呱呱，然后袜子带他两只。看这屁股棒棒硬比少的一位样啊！啥个道理嘛？包公，啊，那老虎还去吃个，那老虎垫子，包公也不是人。大家是那了马包公，我不是马里。包公不是你这种反应，你是天狼的神。叫啥呢？叫粉雀星河饭。哪来的我来了？牛王大帝跑来，那么据说，赶紧知道牛王大帝吃好中来困这个中的，出来不事体嘛，也想出来追，也想去马把哪有河梅吃了不晓得啥，直接打出来一口不叫天开眼，哪叫天开眼？是乌云散开来，望去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得了。那么楼是楼得来，不大太平啊！再看见啊，再看到大松肉不得了。当外国人亲祖中原，老百姓牺牲弘扬。不要来了，帮大松肉怕2颗星，一颗文曲星，一颗武曲星。等我跑去帮忙，拿不到跑了，武曲星谁是大家说是一个敌情。粉雀星就是包公，因此包公是粉雀星河饭。老法师是实干事的，今朝不是实干事。对了，那么现在不是把老虎不吃，非要去锅里拿包公总归我让的性命。不晓得包公的女阿哥龙公子，把老虎水涨围出来龙宫的地方，可就是要弄了哭，没作业，面孔没等吃喝，非要去锅里总归是点性命。到处去再生，你家过良心好。到一晚到屋里告诉到告诉要听，我把这个小人，告诉是你要是都是进来看，我这两个头皮头的这样，马上要打我瓜子，你这路一个两头，啊，是你帮一帮，我要他搞一个账，我马上出来再商量。把他要他搞账，告诉不要听，账在清啥了？要打的是5多年养小兄弟，是人的，我见着他挖过去做特子。到了罗大，是到了罗个3个大，一听，哎呀，我觉得这是兄弟，不可想。回到屋里的大小是2些那个小奴杀人，不是本人，谁是那个小阿叔？各位好是夫人啊哈，谁弄小阿叔吧，过来欢喜得不得了。当日压力自家惊动抬起小奴也出事，养出来个杀人就是包面。所以包面到包公说的2家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加上个后日夫人，谁拿包公跑过来这个奶奶不离吃，所以包公从小吃20个奶奶吃的去，所以让这个经济出上阵里，包公还杀你啊！到杀
吃里个奶奶嘛，一是一是娘，叫少娘。那么两个人谁吃嘛？个包公吃奶奶个12两10来弄不过，已经吃不饱，吃不饱嘛哪弄饭呢？隔壁乡里有粮食不要紧，你光养3人，你奶奶多，可农田去吃，那么吃张三，吃李四，吃黄，吃绿菜。不晓得包公到有些人身体越吃越好，啥个道理？你吃中人奶奶吃东西，每个人的奶奶营养侪不同的，维他命加一丙丁 C， 才不你吃出来这个哎，所以这个身体好。那么谁了让一家屋里慢慢接头，大家不晓得，一动动到10岁。那么谁是18夫人60岁，60岁领得去8岁举到地上，8夫人一口一个小奴，生个啥人？八海夫妻生5个儿子，爱7岁10岁。八夫人听见10岁2动眼里下来，啥子5个小儿子，我到今朝还是10岁。老岳王妈蛮伤心，那么八海夫妻2高头举了地上是掉毛，实不相瞒，这个谁是小兄弟？我举我了。他的包夫人欢喜的一直不给，这个姥姥当初要努力怪他了，现在看看倒没好不想的。这当然人家人为这样的动了，我都好不想。这养来养去，一斤2年市面上看到我们8人要养着，少年要养，但是没好不想的。那么为出来么开心。母子相为，父子相为，抱头痛哭。可没好了，就是八海夫妻2高头，谁是举了地上不起来？你说侬起来，是，我有谁？我有公子么有啥个谁？是我真的有谁？是哪个谁了落到了？是我蛮冲突了，总之结果你送药了，这哈啦，家水不可喂养，总体不来了。那么包公为出来蛮开心，不晓得毕竟爷娘年纪大，500句话你受爷娘相继而发。老法规矩8当每人1份，3份开钞，长兄为父，长嫂为养。包公个问8当是搞不得挖工，不晓得到挖工大手2高里挖到缺地，不里多西，不里去放牛。包公1年出去放牛。跟你知道房子女回出来看见阿婶了老哭，是3年3天哭，是今朝不讲着。你到阿哥走来，本阿哥要打杀子，是啥个事情呢？是我今朝到北里看看井里还有戏，不可在头上在警察得知井里。这个井没有啥看头，不是你该打个井，不放3里的井没奇怪。上雨不落雨，为了逼迫这样干，一日落雨为了铺出来。包公也没想，结果老子是3那边讲，我帮你去看，大家进来去旁边一看，井里不是，搿不是人啊！我人想来弄扎来弄根人，弄我上下去，弄来下去塞，搿么蛮好。弄好一上来一根人，荡下去，不晓得荡到100把，甚至头头的绑定，当包公一高跟头跪倒进去。那个地方我血，拉一股爬上来你，往那个地方一去，李二金是一口根绳子，包公从小就是掉入泥居天的，你口根绳子头头上和毛个为了光的是疙瘩的，毛个是拉的，一口光的疙瘩。你晓得阿嫂去挖2手。等了下头不里背上一个洞打出来不打到你家狗打，刚说不你家狗听，你家狗是好了算了，你别记得，你等了我打，7了我打，10了我打，搿份高档来送不里，你口里也会发财。那么包公就等了你家狗位，后来慢慢讲嘛，俺高头有老妈还在，不晓得这个8个来年开了里下弄不出来，一个波。这后世来个唱京戏的了，该到大里去弄上鹅粮了。个包公嘛，俺个地方有个鹅粮了，谁是分来听诗？这个来句说，个人家俺个地方落得上鹅粮的，跟俺个地方有只鹅粮是肚皮上有他一样个玩意还不像，一个种事体，一个波。那么包公谁到北面嘛，一道读书，不晓得北面被包公用过。到16岁，包公上京赶考，打个童儿，随着报信。
大字报信一大路上进去，最多给你天呀，这谁不把称，后不把地，不然乎困吃。可见家头人讲，开门，啥哈只要是一亚天是可以的，咱们客气。一亚天是下来，咱们这了我包公也追着咯。省得各位老友娃请出来，我也下里啊，啥费什么不要紧急，写字一写出来为老友娃。包公打到来嘛，老人家在上见老人家耶！大把生的阿是来去包公，包公有规矩，包成你看哈老人家，包公为小了，最16岁为分发育了，给你为分比了，哎。下下老有个话不就说了2多年了，那么包公风水，我吃那样是那样，我要不弄的不能，谁都分不来弄的，那用法就得发苦了。啊那，个老师我不是个意思，我招待不去，我哪不大开心？啥天呢？我老家是要公司一个做养人，最近得了毛病嘛，1、2岁外头现在困了上了，等死。那么包公一听，我不追了。我2位同第一的，3个女派在西木当里我母语，哎呀，我来看。那么老像1、3岁为的把相公东个不是哪里看着了，我的邻过来打道理了。正房给胡子长子们，可咋水生出来打一打嘛？包公为过来开房子，一张房子开好到老有瓦舍，可张房子出压3、4本到农吃。你到农吃，我去今朝压力后日太个，我有拨个，看得好。后日不太个，我不拨个。啊，马上去出压3、4本到农吃，就是一吃不太个呀。所以我包公累6年，包公天天打小将看毛病。那么看下来，那小将从昏迷上开到醒出来，醒出来到吃屎，吃屎到吃做汤，吃做汤再吃干粥，吃干粥再吃来饭。到今朝第6年的压力，小将饭吃2碗，红烧肉吃18块，这不吓着喽？那么老有我们包公18相公，来看你侬的毛病，还要复发，要发个，弄得不吃，马上就要复发。那么老东西弄了去嘛？是，我有句我想问的，非常好讲，是来真讲，是来安排清了，还没空听这个句我面孔长得比咖啡色，是那咖啡颜色，还没空发红，还是比咖啡颜色？是我分了，我想我能配不来，不晓得高配的了。那么包公长子面孔是给个么？我要问家狗，你要两狗是阿狗要做几个？那么这什么程度要抓出来看一看？什么要看这个？什么？这还是看一看？因为我这面孔当人家非一样的，不看我他结婚再离婚了个种事情，我不做个。那么老子关照手艺学不到理想当农是阿奴啊！我那个毛病包相公看好，我要拿来搞不灵。为啥要拿来搞不灵？我老子打来搞，那个毛病要复发，发生没人看，那搞不灵，那么不要紧着来死不脱着。这个相公样样才好，不是一张面孔黑的。再加上面孔黑不要紧，面孔上零件也脱的，零件在谁个没一样脱的。可是来打我的打里台台，我不来长看。老出去打包公队伍，是要叫了屏风被长的。可这些老进来门农来看那哈，是要叫跟了个一些么对对错字。这3个就是打印子，可是个不打印呢？不打印嘛，呀，那这个是个不打印。老法不像今朝那样开放，那么为好出来到包公讲，你是要叫口过了，看下来拿交管好。包公开心啊！是要叫10后满语的这么事。那么当下姑爷来将来给他结婚，没好那么上京过口，得中以生命2磅金日。总之今日不得了，老法有规矩，那要举目预告，可是威风。这预告是谁是玉米子吃得开预告？所以我先生精神把已经讲。预告是要吃得开，玉米子好预告。一
因是包公与家期待发空大一头了，何堂在外，请听何答。手与瓦
不年纪雕女，那雕是本着配吕布万丝头，恰似梨花举出头，逢一定来起风头，那东做还是过来山。好，再有杨贵妃，最终为人相他。大明王猴子不手头，安禄山还是过来山。好，下过来，都上猴子十个猴子举头扶那个猴子没拉头。龙的初一，范家是为主家乡杭水偷亲，嘿，夫妻，那让天亲中的话，为他帮他土匪帮骗，那引起的归家妇女，貌似相聚，但在亲的草堆上，总是平安脱险们，为大不敬大公公。大公公里向个女主人，还算是范家族的边山太太太。海里达是个热心人，而且你非常懂人情世故。想想这趟别地能够安全脱险走来啊，才看归家妇女相聚，事体嘛虽然过去在，那么你应该没点没事去条条里懂。但是不去，那么你个别地这2月身体不灵了还，困了床浪向爬都爬不起，那么是随着讲守着不来讲。想来想去嘛，是干吧？关这个吕布拿个利息送得起，意思是的，等到别的身体孩子以后再登门谈笑。对，注定你的们带他跑，也真见吕布。吕布啊，吕布啊！浦东当差吕布热了外头，听见里向东家还不知啥事体奔进来，杜奶奶做啥叫我？吕布啊！啊？这趟变身要能够安安全全回到屋里向嘛，才看归家妇女哦。对个对个，想不到伊拉爷娘本领到下度呀活了哎，倘使不是伊拉2家头，就是这趟我你要少爷危险了的。是哇，凭良心讲，从搿桩事体上看得出，这个姚亮高头但是汉人。好个好下好，都侬讲真的好个哎，真的是汉人。好个。实头是汉人，好了不能再好，搿么不对哇？哪能不对？吕布啊，前一天还是难说话。讲啥？讲啥？难讲关，搿种最高无毛球头，汉人杀了9人多啊！那这个杜长啊，对吧？这个人叫这个有眼不识泰山，还叫我狗眼胡子看人的，对吧？用句文雅的闲话来讲起来嘛，就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吧？哈在，你别瞎说在哦。那么我当来说呢，必须要么安全为主来。是呀。事体嘛虽然过去在，随着讲是不这样讲，对个，总要去调调拨人讲。表心意，对个。我们不千万，必须要人不适宜了海。不是啦。我想是干吧？哪能啦？你拿个利息送得起吧？
今世虽大，等到变身要孩子以后嘛，再登门大叫你看嘛哈。送我礼钱过去。哎，你讲。来而不往非礼。好啊，那么侬看预备送点啥？送点啥嘛？刘福啊，你屋里送礼的事情嘛，侪是那郎精髓吧？啊，那么年头到男子活络，你得出主意看，动动脑筋送点啥？送点啥？我看啊，伊拉们买拳头的，我看的呢。哎，送2袋煤球，1箱羊油，2封自来红5包洋蜡烛，另外带2袋面粉，1匹白布，1匹青布，1匹黑布，侬看哪能？哦哟，你那想得出个？是啥？实家不想送礼，这个举止难明之外。哎呀，这个么是实惠的呀！侬送得起，伊拉自巧好派用场；侬不送，伊拉自家出农田去买。侬现在送不伊来，搿点农田省下来噻。侬跑到真丝大王买点零露肉头、毛花对伐？毛灯，这个还有帕丽斯、万利丁，伊拉不值个呀。那侬送之前再去买拨人家弄巧脱，当伊拉偷来了，还不是抢来？你弄出事体来，才会是这种好，对伐？不，你这样一讲，大啥是有道理的。哈给，哎，干嘛这个？再搞一只后台，再搞2只风机，再弄2把老鼠好了。好，那么我去买啊，我去买。慢慢见的。啥？哎，我回分讲过了哇。哪能啦？这个啊，你到张老街里向去灵动店，帽子礼品嘛，一家老少送得去，你别走来噻。侬叫我送啊？哎，你做啥来送礼孔？这个大奶奶，我跟侬商量好吧？哪了？商量，买我去买。哎，侬送关照本人去送。这面孔做啥来不懂哇？做啥么好呀？上天嘛，因为自家得罪过关家。而且非得得罪一昼夜2趟的，搿些辰光自家边上要犯家是冲得不行，有一趟到天涯去不想，认得关吕凤2家头就一记施工，把那吕福晓得，吕福个家是势力不够，像头名搿种关拉头子马球的几江湖，去年都吓人死，张破边上要上当受骗，再海里都别来往。有一趟买和关吕凤的大公过来报考，前吃吕凤认得了门口，当时的穷极毛里子的面孔，哪个大门那个没法通风，哪个关吕凤那个大门口，老头们，侬来做啥？我找你们樊先生，寻我你廖少爷，侬有啥事体吧？我和他是朋友。特来拜访他。哎呦，那看侬不出，对面这老头把口气到下度，我落得我你表少爷嘛朋友了，我得侬我你表少爷没侬这种朋友的，伊不认得侬。我关照侬啊，侬不要3日2头，总归来了得大块大门口转发。为什么？为什么？可怜来得自家特紧。侬稍后3步，我讲给侬听。好，你说。可怜人上后，我到门嘎得夜上掀开10个一点风。昨日子到我你门房间里，不见他一只云南把侬示意侬，我苗头割下来向侬偷啊！把门一关，关吕凤要想上去管理人，头名大门关头子，确没正确，是让第2日。但是范家是去看个关吕凤，不然吕凤晓得跟着边上要背里盯上，一直盯到该他大石油门口，只看见边上要往里向去，那么来跟进去没个地带，来了门口地方有着，嘎子一些，只看见大石油里向跑出来个汉女警，在让我来门上里看。喂，汉兄，干好了。没了声，为什么？刚刚有个少爷是到里向关家去的是吧？对呀，这个关家有个大姑娘呀，不错。哎，我问侬，为什么？这个少爷到伊拉大姑娘房间里，伊拉2家头的扇房门摇上吧？什么？汉女就眼眼的关吕凤徒弟了，一听那个杀气的闲话就难听。分明了父一比师妹，晓得房间门摇上不摇上？
怎么？你要知道，是呀，可离离得自家忒远。你上前3步，我讲给你听。好个1、2、3，奶奶，看样子打得给老些垃圾就放你妈个屁！哎呦，哎呦好啊！这几年光我自家讨来吃。昨日只老头帮我叫伊朝后3步了，今朝只行头就叫我上前3步。这个名堂叫反其道而行之了，好个哎！经过10个2周，从此以后看见国家里的人总归83公差距离，咱怕再吃3步。现在听见东家官长自家到国家里去送礼，这个3个送上门去吃3步，这个杜奶奶，哪了？这个侬怕人气好不啦？怕我吓呀！咦，送礼呀？他对上了。真个吓呀！侬怕人气？哦，我晓得这位，总大概你得这个归来应用的哎，杜奶奶，侬3个新人，位置对门，我今朝跑得去嘛？侬想人面对肉面呀，是吧？张铺里要大呢。哎，是呀，张铺吃3个呀。可么那刘福啊，位置实干了，对呀你去在。哎呦，杜奶奶，侬这个3个挑我上山了，3个，这个叫我别个送得去吃3个，不是我到侬看我人手来下个呀，不像前几关一由头上去来，是我不来这3个班的。不是的，来我有告你家不义节，那么你趁该枪市里去送礼嘛，哪个去搞他？说到底嘛。你代表你来要，特别是要去送礼的，归来应用随手一去嘛，不为奴隶那还是了。那么为一桩事体了哇，俺听解释，你来要礼物嘞，也得归家，归来应用，每天做了报弟兄弟。我听是听见有个句闲话。我说俺一来嘛礼物嘞，上来上往走啊，你哪叫？一经避而不见呀，不来过是了。是吧？不那个呀！哦哟，那么真正为一句来话，那么就大概要口知人面。不为那哈个你妻子嘛，回来应用大嘛，诚诚恳恳办个不是，多讲2句闲话，那事体就过去做啊！去吧，哈子哦，去。东家官子，眼睛不肯见不来，不是法子去什么？不过想着归来应用，自家2周得来。东家闲话做官长，我其实喊我怕马屁，只要我喊我外分开口讲你哪一如的经上来，2根lap板给击脱。哎，想着前2日我到大市村这片的辰光，给他行头外分包下来，外头是有10工艺，6头买个称用牌子，里向还有一四面麻杆。要紧到里向拿4面麻杆扎起来，有时称用牌子扎一扎。实际一来球队上来可以趟脱的分量，队浪向不来，哎，想着自家箱子里有点芦笋嘛，去啃出来，忙着队浪一打。现在牵个粗队大了1天，扎得10行特行队就2行得是。离开大公馆，西到北京东欧市场，没事马上围出来接2部黄板车，一部黄板车把没事。一步自家走，人没什么了，心里想慌是慌的嘞。老古闲话讲来好，叫病从口入，无从口出，讲来一眼不巧。谁怪自家这嘴巴不肯咬人，今朝要吃苦头啦了。哎，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名那位，启下恩公啊，灵啊，玉灵啊，这瓜是干么特气中，像他登门八方再聚些，十里内。推去个云路是一公，今朝有家风寒露，当然
把车骑在一里中，鱼帮啊，被单风被发，四面百姓三如么热烘烘，球队上来口音是咚咚，百姓莫个做平安风。哎，兄弟，搿只老头子，饭也不等我开口，催我吃生活哪能弄法？哎，后去门前拉黄板车车夫的下，起只脚，让门前搭板上向搭搭。哎，我等侬啊！等一下。到这点搭块啊！晓得喽。侬不要跑，不要跑。离开门口，离开门口。我要做生意的。哎，我等一下出来，坐侬敲子回转来。哦，做的才是。哎，敲的来回一道付。哦，有数有数。多加眼，好吧？好的好的好的。那么侬听好啊！哎，这样。侬万一听见我里向了叫救命嘛，侬快点帮我喊警察啊！叫救命啊！哎，哎呀，你干什么要叫救命啊？侬这种闲话都蒙透。啊！不记得人家请我吃年夜饭了，我叫救命。总归请我吃生活了。吃生活？哎，有人要打你啊？就是呀。哎呦喂，有人要打你，你好不要去的。本来去不要去的。不要去的。哎，侬听见我喊救命，侬叫警察。晓得，喊警察有数。哎，到了。啊！哎呦喂，好，我去喊警察。哎，妹，你叫我喊警察的？这做新人家倒不请我吃生活的。那侬警察喊得来算啥名堂呢？对的。万一伊请我吃生活侬听见我喊救命，来么快点叫警察，懂吗？晓得，有什么？好，我来这边啊。等来。好。该他是大石油，北方的大石油等于从前以上海的滚地龙大湖区，铺置落索一塌糊涂。你记得该大石油的门口袋子里向，关公关里有人伐？关公关里有人伐？里向关系过前吃了大衣裳，听见我的哇啦啦喊是关公关里也有人。哎呀，你现在是新官，别个该到大人有要落得来个公关了。再仔细一听嘛，声音说话，好像是大公关里的当场。去看看吧，手浪雨声浪下靠一靠看，但外头一望，绝对是怪。哎呀，谁是这个人哇？可你知道松林这片许多人啊，真的想到那种强的嘛发血的。这对你仔细一望嘛，还得个嘞！上个天啊，真在！你得这个样子来看呢，到位的个路松嘛，总会不推理着哎。关小姐侬好。你是陶公馆里来的吧？是的。我你东家关照我到底搭块拜访那老太爷，请关小姐带我通禀一声。要见我爸？是呀。行，你等一会儿啊。慢慢弄，关小姐，侬慢慢弄。侬跟那老太爷讲啊，倘使那老太爷不高兴见我，那么我倒蛮欢迎的。我们不懂这样，想来一本正经的来个呀。本人家本来吃闭门家门的要动气概，你现在刚做，但是福建还蛮欢迎的，少个老大家。关系过那么想的，那么要曾经到自家讲过，这个后头都在跟你要，今朝来有点好来了，再怕你要寻上你，一定是的。你等一会儿啊。好。外头上在里向，我说爸。搿上牙海的亲热个，这点门子不得了。关瑞峰老做啥来？整理自家只牙声啊！听见侬喊，该头该上，要紧头抬起来。闺女啊，爸，干什么？陶公馆里有人要见你呀。陶公馆？是啊。什么人呐？爸，曾经得罪过你的那人。叫什么？叫刘福啊，好像。什么？是这个家伙？是啊。好，把他叫进来，今儿我好好的揍他一顿。哎，爸。怎么？您可不能生气啊，爸。瞧在樊先生的份上，千万不能打他呀。好。啊。
今儿我可以不打他，但是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把他叫进来。重新回答我的们。哪能？哎啊！我把家里进去。哦，好，哎，来，王宝师傅，我了点么子帮忙，先丢到里向去，哎，丢到里向去啊，哎，么子不，哎，侬来了外头不要跑。哦，晓得。听见我叫救命，快点叫什么？哦，是吧？好的，别跑。一路进来，万分金课堂堆里向一颗没牙，这口气必须当中踏实靠背了。鬼老弟是什好了很，面貌是眼睛大，面孔白白，两只球队眼睛。一下胖歪歪的一眼，就让门开外头扑落到住下来。关老爷，我想关老爷磕头哎。哎呀，想起来个了，总说本事啊，叫侬关老爷呢，打开打关地面。你是陶工班来的？哎，是个，哎。来干嘛？我的堂姑你表少爷，云快的关老爷都是关小姐，大力相助，拿一从废狱里向救出来。对你们把他讲到是良心黑来牙呀，我了拿过你表少爷嘛帮得起，开口嘛要10万洋钿，弄起像麻将牌顶多是9万，伊拉要10万我了是吧？允许得侬关老爷帮忙，我你表少爷身上汗毛嘛碰脱过一根，安然回到北京，所以我你二老爷、大爷、大奶奶、表少爷心里对于侬关老爷这种感激头是少有出现的。那么早份你应该二老爷带着我你表少爷亲自登门道谢，倒是不巧，二老爷你最近公事上比较忙，跑不开。那么我你表少爷呢，因为前一阵土匪库里等子过不号头了，身体不是顶舒宜，困了床上，所以我你东家年关照我，先找办点小么子，先送到迭搭，表示我你对关老爷的是关小姐一点点的谢意。等得过脱2年，我你表少爷身体好子嘛，伊一定会得亲自登门道谢了请安哎。啊！我跟你们表少爷是朋友，朋友有难理应相助。这东西送来干嘛？我不要，拿回去。这个关老爷，这个么子侬一定要收啊！老古闲话叫千里送我马，礼轻情意重。么子不是铜钿，只不过代表我你东家一点点的心意，对吧？侬倘使不收，这个东家要埋怨我噻。讲起来，他能一点点小事体来办不成功。今朝还转去，伊拿我家营头吸生意，我有然没生气了。关老爷，侬随便那帮忙好吧？哎，侬救我哎！有奇怪，这个假设那边去啊，今朝讲闲话来，这个东规矩还懂理嘛？我对法律单位得了解来。哦，我问你啊，哪能？你是不是叫刘福啊？一看这个老头子有点七大不正，大概年纪大，记性太白，到底隔脱几个日子了？忘记他讲了，问我阿是不是叫刘福？啊，啥对了？刘浩不是我啊，我不是刘浩。你不是刘浩？不是，我不是刘浩。那么你叫什么？我叫刘寿，哎，刘寿。叫刘寿。哎。这刘福是你什么人呐？阿哥，伊是阿哥，我是阿弟，伊叫刘浩，我叫刘寿。是你哥？哎，你们兄弟俩怎么长得这么像啊？双胞胎。本来我阿多呀，后生伊只后事啊，等了娘肚皮里等了老等到了，谁把伊投出来？所以伊是阿多，我是阿弟；伊是阿哥，我是阿弟。哦，刘寿啊，我看你这个人，挺懂规矩。哎呦，关老爷，侬我来好，我是小拉里，不懂啥个，还靠侬关老爷多多指教。哎，不像你哥刘福啊，哪呢？他妈的，真不是个玩意儿。这只后事我对侬讲，做事体呢总归秃头落派，讲白话呢说七说八，哎呦，对侬讲学习要得罪人的呀。对，所以为此对侬啊，前2日我你东家关照伊下岗噻。就铺盖回上海浦东去了。现在北京就是我刘寿一家头来了。哎，听这个口气，关老爷，我你阿哥是不是得罪过侬是吧？就是说，哎呀，侬千万不要动气，好吧？
侬是大人，伊是小囡，叫大人不做小人之过。侬偏是买只乌龟放生，是吧？我今朝带我你阿哥向侬关老爷磕头请安道歉，好吧？好，刘寿啊，啊，你这个人懂礼貌，又懂规矩。侬讲得好，讲得好，不啊，本来这东西我不收，啊，今儿啊，哎，我就看在你的份上，哎，好，收下了。哎呦，我真想不到，关老爷的狗能够看得起我，我真是屁股上画眉毛，什么意思啊？好大的面子呀，是吧？我个假使花队是对推个，对对的，没吃2块的。刘少啊，这2块钱你拿去，做啥？买杯茶喝喝。不要，关老爷，我跟侬说，我还转去，我你东家还要上铜钿拨我啊，拿侬个铜钿我依不过啊！不要什么？看不起我？啊，根本我拿，对吧？他是再不拿，到时让我留好。是什么？那留好了，兄弟留守，不受人抬举的是吧？再为啊，不做生来让头上打出去。雷福送礼，大自己说。